大家好，我是水囝。今日个水囝欢喜来做咱个第山红粿汤。好多朋友问到两担水囝，我个粿配定做了末，定失败。水囝今日就来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可能。咱可以水定长小肠，然后团水囝做你做。来我摆。今日个粿配咱直接用纸包水蒸饺粉来做，我都听有人需要好去无。用纸包粉来做粿配，咱其他任何粉都免落，非常简单。一根粉配400克滚水。滚水倒落来，刮些辣椒，刮一些些，咱再给它切成团，加切甜甜。加个锅架舀落来，给它切出来的粿配愈更好食，愈更有光泽，愈更溶掉。今日这个做粿配的方式是非常简单，愈给它做出来的粿配也是非常好食。切到这种拉丝的状态，然后咱就放入保鲜膜来吸油5分钟。该粿做你包了，甲胖胖做你炒，我头面做视频有能好参考。安尼刻出来每一个粿都非常硬。当咱第山年尾时加加好好咯，做红粿汤，咱也是爱家己做粿就可以去我豆厅买2只水蒸粉，一包粉一根可以做10杯的粿左右，从咱家水囝定个长了足2大桶。